是安怎来了事？台北大同今日早起有一个查甫人讲，因为起摩拜的沿路站里便店的玻璃门，甲站破乌白攻击人甲车，佮去供店。好，就算起摩拜嘛，袂当乌白来。今嘛警察是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，依法送办。报警啊！早餐店门口响响真大声，众人行到看向门口，响响一个穿红衫的查甫人冲来店内。这查甫人甲门口物件拢掀倒，伊佫甲人客早顿拢扫落涂骹。伊的破坏行为毋若安尼，要人伫大路对面翕到伊沿路入街路人，也甲早餐店的顶仔骹倒伊也拢掀倒，甚至甲路边的机车佮脚踏车杀向大路，送来大模大样离开。早上就是有人就在那里拿东西那边互打，然后在那边互挥，警察来，然后把机车移位，然后就被架走。附近的民众拢互这情形惊一个，原来这个是一个随机攻击的事件。代志是发生伫24早时8点，这查甫人沿台北市大同区的塔城街沿路破坏袂少物件，也攻击街路人，造成对方头壳小可红肿，更加伫进前甲超商玻璃门踢破去。警方在早上8点获报有超商遭到破坏，到场只剩下破碎的玻璃门，人已经离开现场。随后沿路展开搜索，于周边发现无前后，待反所管束及厘清案情。这查甫人到案了，讲是因为洗超商的时阵，误以为店内其他民众嘛家己，所以心情无好。不过伊的行为已经造成袂少的惊吓，事后了，依照社会特殊维护法，也有刑法毁损罪嫌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